关是跟动物有关系，看年尾有山猪伫咧行路热潮，一只山猪看起来真懒死。3日暗时，伫咧大东卑南乡，咧四界安尼爬走，拢入去人的徛家，民众惊一个。因为这只山猪较大只，到民众拄开始抓准讲是乌狗，用电火一个笑，才知影讲是100多公斤的山猪，赶紧通知大人来拍啦。 天色黑暗暗，一只毛长长的山猪雄雄出现伫咧路面，民众唔知影要安怎，干那会当对伫咧后壁。哦，有山猪啦！无偌久，这只山猪大摇大摆行入去民家，厝主赶紧将厝内的人叫精神。开玩笑，那么大。代志就发生伫咧台东卑南乡。 12月31号暗时，有民众要转去厝的路面，看到这只100多公斤的山猪，勾发了一队的大鹩牙，慢慢行伫咧路面，看到人嘛袂惊。射入去人兜了后，怕拉的人烦恼伊会伤害到人，只好将伊来捕杀。可是他一天就倒了，在这里。1、2、3。 当地人笑讲，这只猪无当过本命年，伫咧大马路乌白行，互人掠到，一声变做是人兜青草的好料。错误的时间出现伫咧错误的地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